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教闻。讲新闻老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为头来讲起。顶礼拜咱新闻报道，屏东东港掠到今年头一尾乌昂床，2片都要406。消费者认为讲是互人骗去，原来乌昂床的行情是依照部位无同，行情嘛无同，愈优惠愈贵，颠倒是高一色。红额就是人咧讲的赤身比较较俗。其中上介贵的，咱新闻讲到金三角，咱台语讲是三角倒头，行情袂输是高级的上班牛。乌昂床的行情到底要安怎看？老台语讲新闻，时间到主播陈连伟。讲新闻老台语，重要大小事为头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连伟。最近是这乌暗床大出的时节，所以真侪民众都来到屏东、来到东港来食乌暗床。啊，不过有一个民众来到东港食乌暗床时阵，点一份2片就要460块，到底是发生什么款的代志？带恁做回来关心。来看到这个人客其实点到这一大份的乌暗床，其实内底有无同款的沙西米。看到这份2片就要460块，另外这一份2片卖400块，卖360块，人客的话讲真正是伤贵啊！啊，不过这介绍到底是合理还是无合理？从来看卖规只乌暗床无同款的部位，其实介绍拢无同款。都亲像这目睭一蕊就要600块，这顶摆所在逐斤要3000块，侧身的所在逐斤是较俗，只要600块左右。另外这土路逐斤要6000块，是愈来愈贵。上贵的所在都是这金三角的部位，要逐斤1万块左右。头家专家就分析讲，其实这人客点460块这份，其实都是金三角这部位，所以专家就讲，这2片460块其实是拄好尔尔。所以来看卖讲，到底要安怎经这乌暗床是较好的撇步，带恁做伙来关心。就看到第一个上重要的，就是爱选择这信用较好的头家，因为安尼品质较有保证。另外第二个，就是爱看这色水。亲像拄则讲，较贵、较好食的这金三角的部位，其实色水都是粉白色的。另外，较少的侧身的部位，其实又搁红又搁深，所以未来会当简单用这色水来分辨这乌暗床到底是贵还是较俗的。另外，无同款的部位，食起来感觉嘛无同款，都亲像这金三角油花分布其实是比较较平均，所以人客拢乌落个搭子非常好食。另外，这顶摆还有中摆所在，油花比例是较悬，所以食起来是绵又搁煞脆。还有这皮油的所在，其实油花是有沾醋，这介绍是垃圾叔叔啊，是较俗，所以大家拢讲俗个大碗会当选择这部位。另外来看到这侧身的部位较俗，原因是因为这油花较少，食起来感觉是脆脆又搁 Q 弹弹。再来，大家讲到乌暗床的时阵，一定拢会想到屏东，拢会想到东港，即马。屏东乌暗床文化观光节已经开始来举办，内底有真侪无同款的活动，带恁做伙来关心。都亲像大家上关心的，都是今年头一尾乌暗床拍卖活动，今年创下一个上悬单价纪录，都是10公斤要1万块。另外过去嘛创下这个纪录是上悬的纪录，是一尾都要200几万。另外，这个文化节内底嘛有举办经教会活动，原本伫5月17都要举办，不过因为疫情，所以延后来举办。另外6月份的时阵，嘛举办民歌节的活动，民众若是有兴趣，嘛当斗阵来参加，斗阵来食这乌暗床。好，这就是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时间，所来甲镜头还好移动主播。